么处理郭台铭的党籍问题？会造成国民党三杀的一个状况。当时就说，我不认为是什么三杀、二杀、五杀、七杀，这我不相信。只要人有诚意、用心，那用合理的方式去沟通，就可以减少杀气，会充满和谐之气。那怎么处理郭台铭党籍的问题？那我不能讲说我怎么处理，我只是国民党的主席，我也不能说谁就是脱党，明天入党，这东西一定要好好沟通。不希望大实化小实化。但愿那种和谐之气能够长期在。所以会把党籍传给他，然后叫他留在国民党，把党政还给他，交留在。我不能说单一有办法。那你有什么方法？还在动。具体要跟郭台铭提供指教给我。看有什么方法？哇！当然，昨天他做的这样的宣布，是朝着向团结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媒体。处理郭台铭的党籍问题，会造成国民党三杀的一个状况。当时就说，我不认为是什么三杀、二杀、五杀、七杀，这我不相信。只要人有诚意、用心，那用合理的方式去沟通，就可以减少杀气，会充满和谐之气。那怎么处理郭台铭党籍的问题？那我不能讲说我怎么处理，我只是国民党的主席，我也不能说谁就是脱党，明天入党，这东西一定要好好的沟通。不希望大实化小实化。但愿那种和谐之气能够长期在。所以会把党籍传给他，然后叫他留在国民党，把党政还给他，交留在。我不能说单一有办法。那你有什么方法？还在动。具体要跟郭台铭提供指教给我。看有什么方法？哇！当然，昨天他做的这样的宣布，是朝着向团结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媒体。